还没有拿起，不是一半散走吗？快撤！来啊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各种小玩意儿，来，来看一看。啊，要这个啊？行。 朱雀大街第7间店铺是这里没错。姑娘，到底是谁要害你啊？难道是杜长风？可是就算你已经识破了他贪官的丑恶面孔，你也不可能到皇上面前去告御状，也不至于对你咬着不放吧？你说的没错，不是杜长风。他姓杜的要想杀人灭口，也不至于费尽心思做绝，前后不过半炷香的时间。哎，那咱们来了长安，可以去找李庄主啊。 这件事情还有凤前辈的事情，他多多少少都能够帮些忙的。不许再提那个人，你要再提，我就不让你跟着我了。何人典当？所当何物？我找吕二爷。哦。谁啊你？龙王，等我出来！我不看了你们！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这二爷，二爷，参见吕大人。帮主不必如此。此时没有外人，我虽然不能再为龙珠帮效力，但我永远都是龙珠帮的人。帮主，请。 有了，二爷。帮主，新皇子刚刚进京，此时宫里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，各方势力暗潮云涌。我吕某官复金吾卫统领，保护新皇子责无旁贷，请你放心。二爷，帮主不必多说，在银城，吕某一直承蒙帮主照顾，我吕某为帮主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 只是现在时机未到，实在无法安排皇子与您见面。帮主见谅，是我失言了。二爷，我谁都不想见。现在别提什么儿女私情了，我找你是有2件很重要的事。近日长安眼见物价飞升，兄弟们一起操办了青龙号漕运，想在此地开张店铺，以为安置个落脚之地，所以。 想请二爷帮忙寻个去处。帮主请放心，刚刚你们来的路上，我已经安排下去。那个古董店的老板会为你们找一个安妥的地方。另外，我不能在身边照顾，这些银两以备不时之需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多谢二爷。这么多，小琴，如果你不收下，那就是把我当外人了。 帮主，只管说第2件事。你可曾见过此物？好生眼熟啊！想得起来吗？或者还有谁知道它的出处？无语阁。帮主，长安城内有一个叫不语阁的地方。 明面上是一家高级的赌坊，可他们暗地里呢，却运营着机密情报交换的勾当。上到宫里的旧闻，都有迹可循。不语阁，帮主，你打听这个做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，保重。